各位，我所講嘅部分咧，應該就係施政報告裏邊關於加快發展北都同埋土地房屋政策經民聯嘅回應嘅。咁由於剛才盧主席同埋劉業強議員咧，對於係即係加快發展北都咧，都講咗好多啦，我就唔詳細講啦。我只不過咧就想係利用我自己作為地產建造界嗰個代表嘅身份啦，特別係再講多一句啦。我哋係歡迎施政報告提出由行政長官自己領導嘅北都發展委員會，去取代而家呢一個北部都會區嘅督導委員會，並且係設立3個小組咧，分別係由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同埋係財政司副司長啦去提升嗰個決策嘅。咁業界咧就只係希望啦就係即係呢3個小組咧能夠進一步咧簡化咗行政程序，將嗰啲係即係拆牆鬆綁多元化嘅發展模式原址換地各樣嘢，我哋都希望啦即係盡快可以推行出嚟，自然咧就可以睇到啦北都可以係進一步加快發展嘅。咁跟住我就想講講係土地房屋政策啦。我就好歡迎施政報告裏邊重申，政府喺未來10年會有足夠嘅土地滿足長遠房屋策略嗰126000個私營房屋單位。但係好重要一點咧，今日行政長官所講嘅呢幾句説話啦我相信咧一定要記入史冊裏邊大家佢話政府會有節有道及務實地部署推出土地嘅步伐。有節有道啦對於係個地產市場係好重要嘅。我哋從來都唔懷疑香港係冇唔夠土地咁，但係咧就最緊要推地嘅時候咧，一定要係即係根據嗰個市場嘅狀況。咁而家咧特首已經俾咗定心丸啦，有節有道啦咁另外咧，我亦都係好支持咧嗰個係房屋局咧會準備係去豐富個置業階梯呢個政策嘅。喺買居屋方面咧，將嗰個係600表嘅比例咧由46啦，就調升到55啦。咁樣係會可以協助更多公屋嘅租戶變成業主。咁呢個咧亦都咧有助咧佢哋係踏上第1級嘅房屋階梯。對於呢點咧，我係歡迎嘅。咁亦都啦就睇到啦就係政府係即係採取一個即係好新嘅思維啦，將嗰個城中學舍計劃啦當初推出嚟嘅時候咧，我已經係即係拍爛手掌歡迎㗎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就再進一步啦，就係話係將嗰啲係本身嘅係商業樓拆咗再重建啦。我嚟做呢個係學生宿舍，都仍然可以保持住商業用地嗰個係即係地積比率啦。咁呢個啦就係亦都反映到啦即係政府呢個創新思維同埋係去配合香港作為一個係即係教育樞紐嘅政策。咁就行政長官咧最後啦我一定要講啦，呢個一定要講好多人話呢個一定係我成功爭取嘅，就係啦講咗好多次，業界講咗好多次，嗰個係喺地底之下起停車場啦，係一種係即係最唔環保，同埋令到香港起樓嗰個建築費高嘅係一個好大嘅原因㗎。咁今日行政長官咧就講話係而家唔需要有呢一個嘅係強制嘅係措施，一定要起地底停車場，而喺地面上高咧可以起2層嘅停車場啦。咁呢個咧係對於係降低嗰個係建造成本，從而咧係去係降低個樓價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我就希望政府真係可以繼續係拆牆鬆綁，精簡嗰啲係行政同埋法律嘅程序。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訂立一個清晰嘅時間承諾有嗰個 KPI， 咁樣咧就可以係即係真係可以幫到啦整個嘅係土地嘅發展嘅。咁而係
政府亦都話啦，佢會係今年啦就會係展開新一輪嘅研究啦，去釋放市區嘅係工業用地啦。咁你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嗰個市區好多嘅工業用地已經係即係不合時宜㗎啦，可以將佢釋放出嚟，呢個絕對係好事啦。咁對於係即係推展嗰個係市區重建啦，又係即係現時嗰個政策，將嗰個係即係地積比可以係本區轉移，而家再擴張到可以係跨區轉移咧，呢個亦都係有助於香港係可以係去重建我哋嘅老舊市區咧，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咁仲有咧呢個係一個係，亦都係一個係即係創新嘅，就係話咧喺北區咧係會預留3幅土地咧，係俾市建局係起一啲係樓換樓啦，有助係將舊區嘅係嗰啲拆樓嘅搬入去啦咁最後一樣嘢啦，我諗係即係未必係大家可能覺得會同係即係地產業界有關嘅，其實係業界都好關注嘅。一直以嚟咧，香港咧，大家唔知唔知咧，做嗰個係嘅叫做係即係露天茶座式嘅係食肆咧，係有好多嘅係即係規例要去遵守㗎。咁今次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見到咧行政長官就係話會係即係精簡個程序啦。咁呢個亦都係啦係對於嗰個係吸引遊客，甚至乎係提振我哋嘅夜經濟咧，都必有幫助嘅。咁我最後咧就係話咧就即係一個好贊同咧行政長官喺結語裏邊講啦，我哋而家係一個轉型期啊。咁呢個一定咧要大家係即係把握呢個機會咧係去轉型。咁亦都啦一定唔應該啦係妄自菲薄啦。咁我就喺呢度係停喺度啦。